Hello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，乃黑阿文哥，欢迎再度来到我们客家歌歌词分析的频道哈。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叫做《长牛郎种牛郎》啊，这首歌曲呢是在形容以前农村时代小朋友啊不爱读书啊，他的工作就只好去放牛了哈。那歌词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客家话的那个意思的，我们再特别来做介绍。那今天我打算在影片的后面呢，我解释完之后，我再把几个字幕上的那个字啊，我特别来再做让大家看一下跟分析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最近真的发现这个很多的客家歌的字幕啊，那个其实它用字是不大对的啊。那我们还是让大家认识一下，真的汉字会比较好啊。也因为着我们一个网友陈国平先生，让阿文国很感动哈。其实一起来推动我们客家的山歌啦，哦客家歌的文化啊，客家讲客家话哈，把客家文化来传承下去。好，话不多说，长话短说啊，也就用它来谈亚述种牛郎来。亚述歌的吼，迄杭州凤新上创的吼，杭州凤又配上银创，但是阿文国吃到起创的青后堂咬字很正确，懂章哈。日头出来呛呛望啊，日头就是太阳啊，出来哈，这是意思就是说日头就早上刚日出啦，日头出来，呛呛望，渐渐变黄，渐渐变黄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太阳越来越升上去了，那个颜色越来越黄了，呛呛望。田牛吃草，牵牛吃草，都笔筒了哈。他唱成都白筒，可能是他的特殊发音哈。那一些我们四线腔应该念成笔筒啊，笔筒就是小池塘哈，小的池塘叫笔筒。想到以前好搞哪种，想到哈，想到以前哈，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喜好、喜欢，好搞哪种？搞就是玩了哈，玩泥浆就是那边的玩泥巴、玩泥浆哈。唔想读书啊，不想读书，张歪边州啊，张歪边州种牛郎就是不想读书才会变成长牛郎，就是放牛的小孩喽。日头剪影沙西缝哈各位注意哈，客家话冇卷舌，没有翘舌音，没沙西缝还沙不卷舌的 S 音哈。日头剪影沙西缝，那字幕上写成射箭的箭啊，那太阳就像箭一样，这么被太阳的这个太阳光的箭射中，表示这个太阳很烈，晒的人皮肤会像被箭射中一样那么辣痛的感觉啊。日头剪影沙西缝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表示说现在是日正当中了，太阳升到很上面，太阳很烈了。哎，这个时候，天气变热了怎么办呢？牛也会怕热。然后接下去我们听一下。哦，以前的那些水牛哈，最喜欢在太阳大的时候泡在水里面，说温水温水就是泡在水里面，落笔筒就是在那个池塘里面泡水啊。上去鼻头给捉头下鼻头就是那个池塘的头就是池塘的前面捉头下，就是那边
池塘的旁边呢，前面呢有种了一片竹林，在竹头哈，在那个竹林底下，可见这个地方，你看又在池塘旁边，又在竹林底下，是不是很凉快？这个种牛郎就在那边乘凉啊，哈。来，做得睡梦可以睡觉，睡梦睡觉。甲了两甲就是合作的合哈，甲了两也可以称作老了两，就是旱的意思哈。了两就是那边乘凉纳凉哈，了两。人讲洋洋相之抢从公水啊，这后面这几句啊，是从那个兔字狗那边过来哈。人讲人家讲啊，洋洋相之像从公水哈，这是爷娘，就是爸爸妈妈的意思啊。娘爹爹爷娘就是爸妈哈。相字就是想孩子啊，从公像从公水。像长江水一样这么源远流长啊，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啊，就像长江水一样这么长，是绵延的哈。哦，倒过来了，志向洋洋啊，像担杆长。那个你的子女啊，想父母，只像什么样呢？像扁担这么长啊，担杆就是扁担哈。哎呀，那个距离。那个子女像爸爸妈妈像扁担这么短而已，哇，真是悲哀哈！哎，那个这个父母亲想子女是像长江水这么长，那个子女想父母亲呢，就像扁担那么短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希望牛马杀杀来供子。希望牛马就是母牛啦，哈，牛马母牛，杀就是快快来公字啊。那字幕上面这个公子哈是不对的，那个公字叫做是降落的降哈，孩子的子，公字就是生小孩的意思啊哈。哦，生小牛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卖到钱，剩下的小牛拿去卖钱，卖到钱来，本爱讨不用，本爱就给我，讨就是讨老婆，讨一房老婆，讨不用，客家人的老婆，好叫做不鸟哈，不鸟。哎，这是一样的哈，一条落山牵牵吧。哎，田牛转鸭了哦。现在从日正当中开始，现在到黄昏了，我们要田牛啊，牵牛转鸭。哎，因为要变晚上了，就是要回家了哈。转鸭啊，上本宫就是要本宫就是悬崖啊，那天气那个天色暗了，要小心了。傍晚了啊，上本宫就是要闪开那个悬崖有坡的地方哈，有坡坎的地方。要小心走。想到猪场给草僵尸，想到猪场草僵尸啊！各位要注意这个僵尸，有的人会念成僵尸这就比较不到地了啊。那个尸呢，我们通常事先将会读作习啊。比如说上时书啊，上时夜强时那个诗我们都会念成习强时。上到主场结草强时。海外又到都市边摆弄，海外害我又到枵就是肚子饿、饥饿的意思，但是阿文国请到枵这个字的客家语的汉字怎么写啊？那我也推测，可能这个枵哈，可能是从台语的巴豆枵的枵这个字演变过来的哈。因为客家话讲肚子饿叫肚脐
哦，肚屙没有人讲，我们肚枵我们也常讲，所以枵多肚死啊，肚死哈就是肚子啊，那个客家话的肚子的肚，牛死、猪死的死，肚死，哟，肚死竟然是肚子，哎，边 boy no 啊，就是前面的肚子都贴到后面的背去了啊，咬都肚死边 boy no 啊，前就是等一下我们讲前胸贴后背的意思啦，哈，太饿了，饿到肚子扁到背部去了。其实这几句啊，这后面的几句都是从客家所谓兔字狗给片延伸过来的，加了用啊。如果你是听兔字狗，糖都会丢死哦。日头出来，他唱成尖尖哈，就是应该要唱成签签哈。日头出来，签签王。田有湿草都比糖，不要唱错，不要唱成白糖哈，不好听哈。田有湿草都比糖。上到以前好高乃强，唔上读书怎会变做壮牛郎？日头见人沙西房，天牛温水落比糖。上去比条嘅竹条下，做得水木较好了了。好。你讲有人讲哈，人讲也让上子像长江水，只想也让枪弹赶场。希望牛马杀杀来种子，买到钱来不爱讨不娘。日头落山渐渐黄，啊，太阳下山了。天牛转呀三边讲，上到主场嘅草强时，海外要多都市边摆浪。上到主场嘅草强时，海外要多都市主边摆浪。好，以上这一首哈。壮牛郎介绍给大家，接着呢，我暂停一下，我来开几个字让大家认识一下客家语的汉字哈。等一下哟。好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啊。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荧幕上的，我特别挑几个字来，因为它字幕上面的字打错了哈，所以我来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。笔糖的笔哈，应该这样写。那这个如果是国字的话，念成皮糖哈，也念成杯糖啊。那就要客家话叫做笔糖，笔糖。好，来下一个，姜字啊，姜字，这个国字念成酱字啊，那客家话念成姜字，姜字哈。来，再下一个。不要写成那个字幕上面那个恭敬的恭是不对的哈。在本港啊，崩啊，山崩的崩，港是山冈的冈，本港就悬崖的意思啊哈。来再来一个温水，温是这个字哈，温，好温水的温，那这个
那个温这个字啊，那在客家语呢有2个发音，这个是多音字啊。第一个叫 wood 啊，wood 东西的 wood 啊。那第二个是温啊 ，won't tell you 啊，won't tell you 沾酱油就沾下去的那个沾哈。我们这边牛去温水啊，就泡在水里面温。好，再来和呢就是比如说我很合意哈，那一哈，没有人讲嘎一哈合意哈，那个和这个三合院的和哈，很多嘎啊嘎哈。来，再来恭喜啊！不要念成 xi 哈喜，不要念成恭喜哈，不是诗哈，恭喜。再来下一个是这个杜死，这个死啊是空韵 sii 哈死，来 sii 打错字了。是这样子打的，然后不要，i 号死肚死，好，肚死就是肚子啊 ，boy non 就是背部了 ，boy non bo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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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n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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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y non 好，以上这几个字呢，那个阿文国特别挑出来介绍给大家哈，因为以字幕当方哈，大概是冇乜个正确哈。and 學習正確嘅思考好來感謝大家的聆聽，歡迎各位能夠喜歡阿文國這個頻道的，給我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好，謝謝。